林夕，继续。哪儿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安，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哎，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去哪儿了？不是你妈妈，就是你妈！不要！你给我回来！我告诉你不听话，我把你关小人屋去！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学习有什么用？给我拿酒去！赔钱不过，在家里钱都不给我了。妈妈，妹妹真的不要我了吗？
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。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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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借钱？你堂堂顾家少奶奶，你问我借钱？那些钱都是顾家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能碰人家钱。你就是用这种视金钱为粪土的姿态，把顾西城迷惑住了。可这些在我看来都太虚伪了。你觉得我虚伪？我今天问你借钱是要给妈妈交护理费的。这几个月我住在顾家，没有时间出去打工，身上钱不够了。当初是你说的，要把妈妈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病，可最后呢，连医院都没有换一家。你是个骗子，苏妍希，到底谁是骗子？顾西城把我赶出顾家了，我现在想回顾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位置。你把顾西城迷得神魂颠倒，你现在问我借钱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：一分没有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